你知唔知喺香港做學校行政或者財務，每逢學年規劃都要處理幾繁複嘅預算工作，由各個組別收集預算申請，逐項審批金額，最終開支結餘，到最後同會計帳號逐一對應，每一樣都係花時間、花心機嘅功夫。各部門嘅預算，傳統做法往往係靠 Excel 表格來回修改，好易出錯。審批流程亦好難追蹤。我哋嘅 EDB 珠學校預算管理系統就係為咗幫學校徹底解決呢個問題。系統將所有預算項目集中管理，每個組別嘅預算一覽無遺。你可以同時對比上年度同本年度嘅數據，分類、預算金額、審批金額、結餘一目了然。編輯預算好簡單，左右雙欄對比上年同今年嘅數據，逐項調整金額，系統自動計算結餘同結餘率，預算使用進度實時顯示，填寫完成只需點擊遞交預算，彈出確認提示後就進入待審批狀態，負責人同審批人一覽無遺，整個流程清晰可追。查詢功能支援多個篩選條件，用多維度搜索，快速揾到你需要嘅數據，結果完整呈現所有相關信息。會計帳號可以同預算項目做一對多關聯影射，按年份同組別分類設定。下拉選擇預設帳號，設定好咗就唔使每次手動對。角色權限可以細分到每個子功能嘅操作，職員按唔同層級設定權限，管理活躍年度、預算組別同項目用樹狀結構管理，清清楚楚。畫面樣式、列印格式、個人密碼都可以自己定義。字體大小、顏色、表頭、背景、菜單、樣式全部可以調校，亦可取為預設一鍵恢復。無論你係校長、組長定係普通職員 ，EDBG 都可以按你嘅角色提供最合適嘅操作體驗。如果你想將學校嘅預算管理變得簡單高效，快啲聯絡我哋啦！歡迎預約一個免費嘅網上或者親身演示，睇下 EDBG 可以點樣幫你哋嘅學校全面升級，減輕工作負擔。歡迎喺下面留言 inbox 我哋，或者直接致電我哋嘅熱線。多謝收睇。